陀仔今日做基礎角度嘅各類題目嘅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咧要學唔同嘅角個名係咩名？嗱，首先咧冇一個角嘅零度就叫零角，零角。然之後到呢一個銳角就要大過零度，細過90度。嗱，呢一度咧嗰個角咧要係大過零度，細過90度，最大就係咁樣嘅啦。咁就叫銳角，跟住就係90度咧就叫直角。嗱，直角通常咧要咁樣畫嘅，咁樣畫。其他角咧就咁樣有個曲線咁樣啦。呢度咧就咁樣係代表直角。跟住咧就到鈍角。嗱，鈍角咧一定要大過90度，細過180，即係咁樣嘅。呢一度咧就係大過90度，細過180，就叫鈍角。跟住到平角咧就係180度嘅，淨係一個呢個180度先至係平角嘅啫。到休角，嗱，休角咧就要大過180度，細過360度。跟住到周角咧就係咁樣成個圈360度。嗱，呢啲只不過係角嗰啲名嚟㗎咋，你背晒佢就得㗎啦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去做呢一個。呢個就問請於線上寫呢個角度同埋各角嘅類別。嗱，呢度有個角，咁到底佢係幾多度呢？寫翻喺度，同埋佢係咩類型嘅角？我哋頭先啱啱講咗啊嘛。咁我哋而家首先呢度呢個角係 AOB， 個角係 AOB 呢個角。佢問你幾大啊？我哋度一度先，攞個量角器出嚟，呢度由0開始，10、20、30度啦。咁30度係咩類別？嗱，30度咧就由大過0度，細過90度，係一個嘅銳角嚟嘅，就係咁樣答啦。嗱，跟住到呢一個咧 AOB， 佢係 AOB 呢一個角，咁我哋又度一度咯。由0呢度，呢一個係0啊嘛，咁呢度開始10、20、30、40、41、2、3、4。44度，咁佢咩類別呢？44度呢就係大過0度，細過90度，都係銳角嚟嘅。好，再嚟呢一個，嗱，呢個又係呢 AOB 角 AOB， 咁我哋度一度咯。由呢一個0開始去到呢度90度，咁所以就係90度。咁嘅類別係咩呢？90度呢就係直角嚟嘅，就係咁樣答啦。嗱，再嚟呢一個，嗱，呢一個又度一度啦。咁我哋係 AOB 啊嘛，AOB 由0開始，10、20、30、40、50、60、70、80、90、100、110、1、2、3、4、5、115度。咁個類別係咩呢？嗱，呢個115度嘅類別，咁我哋睇翻先啊。佢係大過90，細過180，咁所以係鈍角啦。嗱，再嚟呢一個。呢一個又度一度咯喎，個尖尖對住中間，0開始，10、20、30、40、50、60、70、80、90、100、110、120、130、13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38度。咁個類別係咩呢？嗱，個類別由呢一個嘅大過90度，細過180度，咁所以係鈍角嚟嘅。好啦，然之後到呢一個，呢個咁樣反轉嘅喎。咁我哋咧攞個量角器咧係度唔到一個反轉嘅角㗎，我哋咧最大咧量角器淨係度到一個平角嘅啫，180度啊嘛。咁所以呢一個咧，我哋用個量角器度一度另外嗰個角先。嗱，呢度咧另外呢邊嗰個角，唔係呢度呢個，係反轉呢個，呢個先至度到嘅。咁我哋度一度先。嗱，0、10、20、30、40、50、60、70、80、90、100、110、120、130、13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呢個係138度。咁另外一邊呢，就將360度減咗呢一個138，亦都即係222度嘅。呢度222度。咁222度係咩角呢？咁222隻即係咧大過180，細過360，即係休角啦，就係咁樣嘅。嗱，再嚟呢個平嘅，咁我哋度一度咯。AOB 啊嘛，AOB 啱啱係一直條線啊，呢度一條直線，咁所以咧就180度咯。咁180度咧就係平角嚟嘅。
好啦，跟住到呢一個成個圈嘅，嗱，成個圈唔使度噶啦，佢呢一度呢係360度周角嚟嘅，就係咁樣一個圈啊嘛。快啲上榮恩教室嘅 Facebook 同埋我哋嘅網站度睇下啦。